繼續。為心腰受苦惱的煎熬，快快走上歡笑的跑道，成一分熱仍是要發光，找緊美好。春風一吹掃在數，永遠不經絕路。明日變遷怎麼知道？何時悲觀信命數？熱照若變速，星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願知生命誠可貴，能為你鼓舞。路上我願給你輕輕扶，你會使我感到好驕傲。幸福歡樂陪着你去找一生美好，將一聲聲嘆息化作生命力，懷着信心解開生死結，雲霧消失浪一濤。熱情我祝福你會踏上光明前路。將一顆熱誠給你，常為你鼓舞。將一顆熱誠給你，常為你鼓舞。大家好啦，我係范家俊。我今次其實咧想參加呢個話劇演員招募啦。咁其實咧我以前咧喺學校咧其實都有參加過一年嘅。咁我其實參加嘅目的咧都係想睇下我以前喺學校同埋呢度呢一個參加嘅有咩分別？咁我希望各位評判咧就俾多一次機會我，就可以參加啦。多謝晒。